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5章。迄时有先知哈该甲约多的孙先知撒加利亚，奉以色列上帝的名，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达上帝的话。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耶稣啊，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。有上帝先知甲因做伙帮赞因。像迄时，何西省的总督达乃甲示他波斯乃，以及因的同事来问讲，啥人下令，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？因阁讨去造圣殿的人的名单。毋过，上帝看顾犹大的长老，互因免受主动停工。遐个官员将即个代志上奏大流士，听候伊会回复。何西省的总督达乃甲示他波斯乃，以及因的同事，就是何西省的官员，上奏大流士王的批，记伫下面。愿皇帝大流士万事顺利。愿皇上查明，阮去犹大省，发现伟大上帝圣殿拄伫重建。即个殿用大地石砌造，梁插入墙内，工程进行真紧搁顺利。迄时，阮问遐个长老，啥人下令，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？阁问因的首领的名，通上奏互皇帝上知。因安尼应阮讲，阮是天地的主宰上帝的仆人。阮现在伫重建的圣殿，是真侪年前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王起造的。毋过，阮的列祖惹天顶的上帝生气，伊将因交伫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。王就拆毁即间殿，掠人民去巴比伦。塞鲁士做巴比伦皇帝第一年，下令重建即间上帝的殿。以前，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，抢去下伫巴比伦神庙的金银器躯。塞鲁士王将遐个摕出来，交互伊所设立的犹大省长设巴萨，对伊讲，着带这个器躯去下伫耶路撒冷的殿，嘛着伫原位起上帝的殿。对安尼，设巴萨就来下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地基。即间殿重建的工程，对迄时到现在犹未完成。但皇上若看做妥当，请查明巴比伦的皇家记录，看塞鲁士王有下令伫耶路撒冷重建上帝圣殿也无。关系即个事，请皇上裁决，降旨指示阮。